主2024年9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耶路撒冷的含乐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历代志下卷36章第19、14节。犹太人民伫耶路撒冷设立约西亚的囝约哈斯做王，续接伊的老爸。约哈斯继位的时23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个日久。埃及王伫耶路撒冷废除伊的王位，搁罚犹太国金34公斤，银3400公斤。埃及王设立约哈斯的兄哥以利亚敬做犹太甲耶路撒冷的王，甲伊改名做约雅敬。尼哥甲约哈斯掠去埃及。约雅敬继位的时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，伊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歹的事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打伊，用铜链甲伊链地，甲伊掠去巴比伦。尼布甲尼撒阁将上主殿内的器具运去巴比伦，摕伫巴比伦伊的宫内。约雅敬其他的事迹，甲伊所做可恶的事，以及人对伊的指责，拢记载伫以色列甲犹太列王史。伊的囝约雅斤续接伊做王。约雅斤继位的时18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过10日，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过当年，尼布甲尼撒派人将伊甲上主殿内遐个宝贝的器具带到巴比伦，然后设立伊的阿叔西底家做犹太甲耶路撒冷的王。西底家继位的时21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。伊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歹的事，伊无谦卑听趁先知耶利米所传达上主的话。尼布甲尼撒王捌强迫西底家记上帝咒诅，对伊忠诚，毋过西底家背叛伊。西底家固执硬心，毋肯归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搁遐个祭司长甲人民嘛犯大罪，学外邦可恶的事，拍拉散上主伫耶路撒冷分别做成的圣殿。耶路撒冷的含乐，耶路撒冷对咱的意义是甚物？有人可能会认为，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人的信仰中心和起源，甲家己无关系。总是对基督徒来讲，耶路撒冷其实具有神圣的意义，因为咱的信仰有真侪甲耶路撒冷相关，对新约和旧约拢通看到。也因为安尼，耶路撒冷受称作是圣地，真侪人希望有朝一日会当去一逝圣地之旅，亲自感受耶稣和圣经人物捌生活过、行过的所在，也亲自体验因喘气过的空气、食过的食物、看过的风景。总是毋管安怎，咱对耶路撒冷的重视程度一定袂通甲以色列人比拼，因为耶路撒冷毋单单只是以色列民族精神的寄托，也是因信仰形成的中心，自我身份的认同甲骄傲。以色列人相信，上帝就伫耶路撒冷甲因同在，只要耶路撒冷存在，规个民族就会受上帝保佑，国家必定强盛，袂灭亡。不过，这只是以色列人一厢情愿的想法，因为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的时，捌吩咐因
遵守伊诶诫命甲旨意，爱因行踮正道，安尼伊就会保守因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做的事，并毋是一种利益交换。上帝重视的是以色列人减有照顾因中间的孤儿、寡妇、寄居的和散赤人，减有不为权势实行公义，减有真正敬畏上帝，无拜偶像。上帝并无讲遵守宪制甲律法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迄是人惊得罪上帝说的。掠做只要无越过律法这条界线，就通安心。对圣经通知，犹太最后几任王都无遵行上帝喜悦的事，其中约阿施效法祖先的歹模样，做上帝看做邪恶的事，互尼哥掠去埃及。约雅敬做上帝看做邪恶的事，互尼布甲尼撒掠去巴比伦。约雅斤做上帝看做邪恶的事，也受掠去巴比伦。西底家做上帝看做邪恶的事，最后导致规个国家灭亡。这甲咱讲，并是要确定存在，上帝就的确会保护以色列袂灭亡。第14节，历代志作者指出，犹太的领袖、祭司和人民效法因周围的民族拜偶像犯大罪，污秽上帝分别为圣的圣殿，这才是以色列亡国的主要原因。咱对圣经通知，上帝看重的是人甲伊的关系，毋是有形的建筑物和宗教仪式。人通得救的关键，在伫减有遵守上帝的要求，毋是表面的遵守律法规定，是伫生活中存敬畏心，实践上帝的真理和教导。日想，犹太国的最后几位君王，表面上维持宗教仪式，内心却无敬畏上帝。我安怎避免成做亲像因共款的人呢？犹太国的最后几位君王，表面上维持宗教仪式，内心却无敬畏上帝。我安怎避免成做亲像因共款的人呢？咱来祈祷，听我的主，求你互我有一粒柔软的心，愿意听叹你的教导，遵行你的旨意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使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